价钱呐、或者是说呢，惊死那就做呀，但是其实现在啊，在年轻人里面有流行一个词叫做小确幸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小确幸就是说他的幸福小小的有可能只是早上的时候喝了一杯牛奶，或者是说今天跟一个朋友聊了10分钟的天，那这个幸福的感觉在你心里面就蔓延开来，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，你可以握在手上的幸福，就叫做小确幸。你不用一直在探多少钱呐，惊死那就都不用，这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歌呢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他讲的是，有一个这个小姐她在家里就下雨了外面下雨了，但是她在家里面呢，她也没有什么好忧愁的，她就自己一个人呢，就静静的享受了她的时光。好，那我们来听这首歌。所以你说的是小资女孩，对不对？对，小资女孩。時間がごめん